今朝同大家分析過，今次係一場完美風暴。今日戰況升級，風烏、盤古、伏斯，成個 AI 天氣大軍已經全面開戰。但係佢哋嘅情報竟然互相矛盾，究竟邊個劇本先係真？而佢哋背後又有邊個幕後黑手喺度操盤？好，喺拆解呢一場 AI 內戰之前，先睇下我哋香港。今日晏晝仲係31、32度，紫外線甚高，係典型嘅秋老虎。天文台話，未來一兩日高空反氣旋會繼續發功，星期六市區最高可以去到34度。各位好好珍惜呢兩日，因為呢個係冰火圍城前最後嘅瘋狂。而家我哋將鏡頭轉向菲律賓以東嘅戰場，一個潛在風暴正喺度集結，準備接受風神呢個稱號。但點樣打、幾時打 ，AI 大軍同傳統大佬竟然出現嚴重分歧。首先係我哋國家隊風烏、盤古、伏斯，佢哋有個共識。個風會穿過菲律賓殺入南海，然後直逼香港，進入400公里範圍。但係魔鬼喺細節，風烏嘅劇本最激進。佢話個風會喺下周3、4最接近我哋，然後先急轉彎走。盤古就話會早啲，下周1、2就殺到，然後轉向。伏斯嘅睇法係個風會嚟，但結構鬆散，似係紙老虎。跟住睇埋傳統大佬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話佢個劇本更加離奇。佢預測個風入到南海之後，會好似飲醉酒咁行一條醉拳路徑，先向西北，然後突然轉東北，跟住又兜翻轉西北，最後喺下周4喺香港南邊掠過。你睇一個風4、5個劇本。呢個唔係代表預測唔準，而係代表今次嘅形勢係極度複雜、極度唔穩定。無論 AI 點樣內戰，歐洲大佬點樣行醉拳，佢哋都有一個恐怖嘅共識，就係喺強烈東北季候風呢一個北方大佬嘅夾擊之下，香港氣溫將會斷崖式下跌。我哋睇實個時間線，星期日變天日，強烈東北季候風抵達，北風起，氣溫開始由最高33度回落。星期一插水日，氣溫正式跌穿30度，最低得翻24度，濕度更加會跌到得翻50%，係典型嘅乾凍皮膚敏感嘅朋友要小心。星期3冰封日，呢日係24節氣霜降嘅前一日，天文台預測市區最低得翻21度，自動分區預報仲恐怖，新界多區跌穿20度，石崗、打鼓嶺更加係低見18度。上水嘅朋友，你哋要準備一夜之間由夏天跳到冬天，急跌9度。天文台仲講明，如果到時雨勢頻密，氣溫仲有機會再向下試，再加上離岸高地吹到7級甚至8級嘅強風，到時嘅體感溫度絕對係一個令人難受嘅數字。好，翻到嚟我哋開頭個問題 ，AI 大戰背後邊個先係真正嘅幕後黑手？今次嘅氣象冷知識，我哋要講嘅係高空反氣旋呢個天氣系統嘅操盤手角色。你想象下，東北季候風係一隊由北面攻落嚟嘅大軍，而颱風就係南面嘅挑戰者。但佢哋行軍嘅路線唔係自己話事，而係要睇佢哋西面嘅高空反氣旋呢個巨大嘅氣場點樣擺。如果個氣場強啲，西伸多啲，就會好似一隻無形嘅手，將季候風壓得更南，同時將颱風嘅路徑向西推，令佢哋更早、更激烈咁相撞。如果個氣場弱啲、東退啲，就會俾多啲空間佢哋，令成個戰局冇咁緊張。AI 同 ECMWF 之所以有唔同劇本，就係因為佢哋對呢一個高空反氣旋未來幾日嘅強度同位置有唔同嘅估算，呢個先至係成場天氣博弈嘅決勝關鍵。所以今次我哋唔係單純等運到，我哋係睇住一場由高空反氣旋做莊家 ，AI 同各大電腦做分析師，季候風同颱風做主角嘅世紀賭局，你哋又點睇？你信 AI 聯軍嘅強攻劇本，定係歐洲大佬嘅醉拳路徑？下面留言講下你賭邊一辦。